首先咧想問下你哋，咁咧你哋今日咧負責嘅工作係乜嘢咧？我係導演，我係演員。好嗱，咁又想問下大家，你哋今日就嚟公演啦，你嘅心情如何啊？點啊？你跟唔跟我有啲作為企喺台上嘅演員啦，咁我係好緊張同埋好興奮嘅。我為佢哋覺得好開心啦，然後對導演嘅話，我都係好希望佢哋可以做得好好啦。Good show！ 最後一節課 Good show！ 演出完畢，有咩感受？開心，好開心，覺得自己做得好唔好？好嘢！好，我想問下家俊喺表演完之後有咩感受？有啲唔捨得個舞台，因為大家一齊努力咗咁耐，跟住30分鐘就結束咗，有啲唔捨得。